一切從音樂開始，江惠峰。Hello， 大家好，我係 Eden 呂爵安。一切從音樂開始，有 Eden 呂爵安。Hello， 大家好，我係 Eden 呂爵安。係啦，雖然呢，就係、今日同佢傾偈呢一日呢，就唔係愚人節啦，但係就喺2025年嘅4月1號呢，就派咗《天天都是愚人節》呢一首歌啦。其實都係愚人節，因為天天都是愚人節。係愚人節快樂，愚人節快樂。係愚人節快樂。雖然我自己都話愚人節呢個節日呢，對於大家嚟講都真係好或不好啦。真係問，即係呢個咁啱諗到嘅啫。細個有冇真係好好利用過愚人節呢個節日去同朋友玩得開心呢？或者真係搞笑搞到覺得而家都記得呢個笑話好得意啊咁。印象中又冇，但係應該點都有試過同中意嘅女仔，跟住就喺度。真係有試過㗎？我估應該有。即係真係扮講笑，但係其實真表白嘅。應該有，應該類似。有今日冇成功過？應該冇成功。真係當你搞笑嘅，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都冇好好利用過愚人節呢一日，因為我覺得愚人節呢一日根本就係做所有嘢，身邊嘅人都會唔信嘅。咁所以就冇，就覺得嗰日講咩都係多餘嘅，咁就冇。係咯，就好而家就好似應節咁咯，即係大家嚟玩下啦，或者嗰日就講啲真嘢咯，而家真嘢啊，係啊！而家愚人節講真，不過愚人節認真嘅喺2025年都推出咗真嘅呢一首自己創作嘅作品啦，叫做喺自己最近嘅作品裏面嘅第2首啦。上一首咧就係《純銀子彈》啦，《純銀子彈》之後咧再推出埋呢個國語版本嘅，咁都真係名字上叫第3首啦。都算，okay，可以都算係第3首啦。咁但係呢一首歌，見到你有講就話喺《純銀子彈》4日之後就寫嘅。我記得上次同你傾偈嘅時候，你都有講話《純銀子彈》當時嘅創作就係因為自己有好多好多嘅情感啦。咁但係4日之後又寫到呢一首曲，係因為咩嘅環境驅使咧？其實都係差不多嘅情緒差唔多。咁而作呢首歌嘅因為我嗰段時間可能寫歌寫 chorus 啦，嗰陣時主要都係寫咗幾款 chorus 出嚟。嗰陣時都係用一種有啲咩想講咧。咁例如嗰陣時《純銀子彈》本身就係我很難過，你點解唔信我？我很難過咁樣。咁呢首就係我嘅歌詞就係我以為可以，即係我以為我可以。我個 demo 係我以為可以不哭不鬧不吵，即係我以為我可以唔喊，我以為我可以冇嘢，我要即係用咗咁樣嘅切入點。咁所以我相信嗰一句就係嗰陣時嘅情緒上表達咗。我以為我冇事，我以為我唔會唔開心。係，所以其實都係好即時，有曲有詞，即係大概腦裏面 pop up 到啲咩，當時就已經有喺度啦。就係得呢句咯。因為我一嘗試去寫嘅，即係我嗰陣時，即係如果個念頭就係我以為我可以唔開心乜乜乜。但係原來我唔得，咁但係我覺得好神奇呢樣嘢就係，因為其實我嗰個旋律咧，即係其實我呢首歌有好多，即係個 chorus 就係有一種對比喺度，好急好急，突然間，其實就係講緊，我以為我冇事冇事，但係原來唔係。有種用個音樂嗰個節奏去表達咗個歌詞，係同埋其實可能喺自己情緒上面都有呢一種嘅掙扎啦，即係可能有一啲唔同，可能拼命嘅過程，又或者係一啲好用力嘅過程，咁但係去到最後，即係無論個結果係事與願違定係咩都好，即係有呢一個咁樣嘅對比，就大家有嗰個畫面更加出嚟。其實你咁樣講完之後，我更加諗翻起，其實你過去嘅作品呢，唱啲歌詞都好密㗎，係咪啊？諗翻起你之前即使唔係你寫嘅話，啲歌詞都係即係唔係容易同埋唔係簡單噶咯。係啊，但係呢首的確係最密嗰首啦，即係我係去到錄音嘅時候有後悔嘅。咁就啱啦，刁難自己嗰個係自己啫。即係嗰陣時就即係我哋錄音試唱啦，咁第一次試唱真係唱歌詞。係一唱完第一次，我就同 Eva 講 ，Eva，我好似玩緊自己，即係我點解可以寫到點解寫到咁嘅歌嘅？當時仲有冇得改變㗎？都冇㗎啦，係都定咗。我自己中意呢個曲，我都好難去改嘢，咁個詞都定咗啦。係，同埋因為個難處係我錄 demo 嘅時候我拉啫嘛。係。咁但係一變咗廣東話詞咧係兩回事，就難唱好多。咁但係我覺得錄音好嘅就係其實你都係一個 practice 咯，即係你錄多幾個 session， 就會發現，我好似順咗啲，我好似夠氣咯，即係咯咁樣嘅。即係練習可以令到件事就更加接近自己想像同埋大家想像嘅嗰個畫面啦。咁但係即係創作呢個過程都係始終喺即係近嚟呢兩首作品，又或者最近嘅作品裏面，其實應該都係最重點㗎啦。因為自己嘅創作可以更加多嘅情感，更加知道自己想點樣走向啦。我也未算笨，卻
小心，愛你才這樣貿貿然犧牲。但是慾望令人愚笨，這個節日情人如人無需細分，嘴巴輕輕貼近，假裝真的要吻，天天給欺騙也會上當，你別太吸引，誰臉都不要，哪怕沒了被你視作玩笑，我狠我忍我不覺得困擾，對你上癮到停不了，人世很枯燥，卻有着你令我又喊又笑，至少你當騙子碰釘仍算美妙，痛快未算少，而我想通了，哪怕沒了被你視作玩笑，我知我懂我這角色劇本需要必須被喝掉，難過的一世卻有着你令我又喊又笑，每天也當你的祭品也不緊要。啱提到就係可能當時就有唔同嘅情緒，然後就放咗喺呢一個創作裏面。但係當時創作嘅時候，係咪已經好完整嘅一個畫面，定係其實可能翻到去，無論係再同 Edward 傾又好，或者收份詞都好，都再有唔同嘅修改改。呢個都好可以有好多嘢講。本身咧，即係我淨係得個 chorus 啦。咁然後其實當初出唇印子彈嘅時候，因為收到份詞之後咧，大家係有諗嘅，即係究竟因為佢嗰時好 personal 嘛，同埋佢真係有，即係大家會驚咯，但係咁出唔出好啊？即係咁樣，咁所以嗰陣時我本身諗過轉做呢首，不如出咗呢首先，整一份即係寫份新嘅詞就唔好咁 personal 嘅。咁但係我嘗試着手呢首嘅時候咧，我又因為嗰陣時得 chorus 嘛，我又 beat 唔出個 first 其他嘢，我又寫唔到，咁所以最尾就經歷咗一大輪嘢，咁最尾就都係，唔好理啦，純銀子彈啦，就去啦咁樣。咁到呢首啦，即係到純銀子彈出完之後，第二首我要出咩歌，好快我已經決定係呢首，因為我其實一直都好中意呢一首嘅，即係個旋律上。咁所以就開始寫啦，咁然後我覺得得意分享嘅就係其實同製作團隊即係 Edward 啊、Wyman 啊，即係所有人，其實一路有討論過一個 point 就係究竟我最尾嗰段。因為我而家最尾嗰段係喃喃自語，夜了夜了，即係成個歌完咗之後，突然間多咗一段喃喃自語，然後最尾仲要 whisper 呢一段，本身未係 whisper 嘅，我自己寫 demo嘅時候，純粹就咁樣。咁嗰陣時咧，大家就即係有提出一個 concern 就係首歌會唔會太長啊，或者首歌會唔會太重複？因為某程度上其實我成首一路重複嗰兩個音，而我 chorus 已經係不斷重複緊。其實我自己中間都有懷疑過，因為我自己嗰陣時咁揸車嘅時候就每日都聽，聽得多就好似真係喎，好似我會唔會大家覺得好悶咧？即係有呢啲疑惑咁，而當有即係製作團隊有人真係提出嘅時候，就代表其實可能真係有人會咁樣覺得啊嘛。咁所以嗰陣時就諗，咁定係嗰段最尾唔要咧，cut 咗佢咧？咁但係我最尾就。因為對我嚟講嗰一段都緊要，即係對我自己創作嘅時候，嗰一段對我嚟講係一個係令首歌有個完整啲嘅完結，或者我覺得咁樣會有 feel 啲，或者咁樣特別啲，或者好似個情緒可以終於出晒嚟啦。因為如果本身也不緊要咁樣完，我就覺得好似唔係好完整，或者我又唔想用一個 outro 音樂彈咗佢完，所以我就覺得好想要呢段喎，真係。咁所以我就。最尾我又決定堅持，我又同大家講唔好意思啊，大家，我想任性一次。我真係想 keep 翻呢段。咁同埋嗰陣時其實都已經有咗個朗，就係呢首歌個歌詞嘅愚人節呢件事，即係講一個人好似我知我對你上癮，我知我做緊兵咁樣，咁但係我唔緊要 ，OK 啊，我知我 OK 噶，因為我中意嘢所以我 OK 啊，即係有種咁嘅感覺。我就覺得最呢段就係。
其實呢條友係知嘅，即係佢喺度手中講唔緊要，其實佢最尾就我想象就係佢可能見完個女仔，但係臨尾翻屋企嘅時候，沖緊涼定一個人夜深人靜瞓覺嘅時候就，即係其實我都知係啦，同埋都其實好唔開心嘅。我知係咩，但係冇計啦。即係佢有一種咁嘅感覺俾我，所以我就覺得呢段有佢存在嘅需要。咁但係亦都要多謝呢個討論過程，令到我覺得。原來係真係會有人會覺得多咗或者覺得悶，所以我先會諗到 whisper 呢樣嘢，就係嗰日錄音好深刻，就突然間即係大家喺度討論緊呢樣嘢，咁我就Error 咁不如我而家試下最尾嗰段，突然間諗到如果我用氣聲講咧，我試下，咁我試一試完再聽翻 playback 就有 feel， 好似 OK 喎咁樣，咁亦都因為呢一個即係諗 cut 唔 cut 呢，即係重複性呢樣嘢，令到我 last chorus 咧本身 demo 咧係未有。而家有幾個 layers，有一個係個底就 keep 本身未有呢個 layers 嘅，即係本身呢個好得意嘅啫。本身我有一日沖涼，我有諗過呢樣嘢，就諗到呢度咁樣玩幾好，但係我唔記得咗，我後面就唔記得咗啦，所以我冇改到。咁但係亦都因為提翻起呢個問題，我就突然間記起翻自己曾經諗過呢樣嘢，不如試下啦，有一試又 OK 喎。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創作有趣嘅過程，或者成件事生出嚟好 organic 嘅，就係真係大家一齊去俾意見，一齊去感受。同埋咁樣聽咧，比起上次純銀子彈，今次好似多咗好多掙扎嘅時候啊！即係多咗好多應該留定唔留咧，應該去定唔去咧？即係好多要自己做選擇啦，又或者自己諗解決方法嘅時候，咁最後即係當然到同團隊一齊諗咗唔同嘅解決方法啦。好似啱啱提到就係諗到 Whisper 嘅呢個位可以蓋過咗，甚至其實啱啱 Eden 再咁樣解釋埋整個故事同埋整個心情嘅話，其實係真係有呢一個存在嘅必要啦。何解這節日壞事做盡亦無懲罰？誰的惡作劇無聊無情如此缺德？多麼想生你氣，不捨得追究你，始終准許你設計佈置殘酷遊戲。誰念都不要，哪怕悶了被你視作玩笑，我很愛忍，我不覺得困擾，對你上癮到停不了。人世很枯燥，卻有着你令我又喊又笑，至少你當片止痛病仍算美妙，痛快未算少。而我想通了，哪怕悶了被你視作玩笑，我知我懂我這個色劇本需要必須被吃掉。難過的一世，卻有着你令我又喊又笑，每天也當你的祭品也不緊要。人切毀多少？咁但係我諗當中可以幫忙嘅人呢，就係編曲人啦，即係編曲人喺裏面點樣可以令到大家聽落嗰件事重複得嚟，其實唔重複或者重複得嚟係有意義呢？咁今次就係第一位應該話第一次一齊合作嘅呢一位馬來西亞嘅音樂人啦，叫做黃寶慧 Bowie 啦。點樣同佢傾嘅，或者你覺得佢最後點樣再幫手加嗰啲嘢？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即係佢係第一次合作啦。咁點解會揾 Bowie 咧？就係因為我好中意一個馬來西亞歌手阿飛導演，其實我見到佢有揾佢。而嗰陣時同 Edward 傾今次編曲點樣編嘅時候，我就有諗過，定係我哋試下揾出面嘅人啊咁樣。以往我都及好多首歌啦，咁都係可能比較香港式嘅一啲歌，咁我覺得要唔要俾一特別啲嘅感覺咧？今次或者如果我想同純銀子彈有唔同，因為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即係我自己彈琴唱嘅時候。你編曲嘅時候，其實佢都係一種 ballad，慘情歌。咁我就如果想有啲分別，不如試下啦。咁咁啱佢識 Bowie，咁就揾咗 Bowie 啦。咁我想講咧，就係同 Bowie 係冇任何嘅溝通之下，即係收到第一個 version，個編曲 version 就係好似而家咁樣啦。嗰陣時一聽就哇，我首歌唔同咗嘅，即係其實第一下咧係有覺得，呢個係咪我想要嘅咧？因為我本身係嗰種悲慘情緒啊，即係好 sad 啊，嗰淡即係我又好傷心啊。咁但係佢令到首歌即係生動咗好多。咁同埋佢個編曲就係正正你所講，佢消除咗嗰個所謂重複性問題，我覺得。咁所以就覺得哇，聽多幾次就覺得喂正喎，都幾好喎，真係。咁所以就如果咁樣講起重複性，都有同 Wyman 討論過一樣嘢，就係因為我本身
國語我自己，即係我本身 demo 我自己唱嘅時候咧，我以為可以不哭不鬧不酸不乜，即係不，就全部都不。係。咁Wyman就問你想唔想好似你呢個咁樣？咁但係正因為 realize 咗重複性呢樣，就覺得咁不如唔好啦。係。既然旋律已經重複咗啦，如果歌詞都咁重複咧，就真係好重複啦。咁所以呢啲就係大家一齊來回一齊合作構成呢件事得意嘅地方。好啊，即係呢個都係因為自己有參與創作嘅時候，就更加可以多啲唔同嘅諗法加落去啦。然之後自己又可以揾想要嘅編曲人啦。咁 Wyman 當然就合作無間啦，好多首歌曲都係佢參與啦。喺度都想問少少，因為咧我啱啱同Edan 做訪問之前都有講話，最近因為交戰嘅 show 啦，咁成日都有見面啦。咁喺 show 裏面呢，其中一位音樂上嘅功臣呢，就係 Edward 啦，Edward 都有幫手啦咁樣。而 Edward 喺你嘅音樂事業上面呢，可以話由你 solo 嘅第一首作品開始呢，都好緊密地同你合作。爸爸咁。係啦，即係睇住你唔同喺歌唱事業上面嘅成長啦，去到由唱人哋嘅歌到今日係唱自己嘅歌，其實都係一個好唔同嘅階段啦。咁你覺得喺佢而家眼中嘅你啦，又或者佢有冇透露過咯？就覺得你成長到而家一個係有咁乜嘢狀態，又或者同你講過一句咩説話，可能驅使到你可能更加用心去做自己嘅呢一個音樂事業。佢又好少同我講啲肉麻嘅感性説話，佢又比較少，即係好多時我哋都會傾偈，但係好 practical 嘅傾偈，係實際嘅傾偈。都唔係嘅，都有時會分享啲嘢俾佢聽嘅，但係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聆聽者，同埋一個好，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有禮貌、好 gentleman、好紳士、好成熟嘅一個爸爸咁樣嘅感覺。咁所以都會同佢講好多嘢。咁我諗佢俾我嘅鼓勵，佢未必係用嘴巴講出嚟，但係佢用行為令到我知道。即係例如就係，因為其實我都幾麻煩，我都多意見嘅，或者我有時都會好堅持，或者我都會我需要呢粒字喎，我需要呢個唱法喎，即係有時我都煩嘅。咁但係佢係接受到呢一種咯，即係佢會知道呢個係你嘅作品，你想咁做，去咯，我撐你，好啊！即係佢唔使講啲咩，佢呢個岌頭已經我就知道佢係即係佢支持緊我。咁同埋可能令我深刻嘅就係當我寫好呢首歌嘅即係 demo 之後，我 send 俾佢，佢嘅 feedback 就係真係幾好喎。我喺車度聽咗好多次，我覺得真係幾好。咁我就覺得即係有佢嘅呢個岌頭，同埋有佢嘅呢個評價，我就覺得可以，即係我有信心咯。人切毀多少，才有這資格來纏繞？人家失多少，才能令你快樂？縱是和需要，我已想通了。不想解釋了，我現在是完全被動，子彈交給你，最後決定如何利用，要證明無辜，哪有人無辜，只心痛半邊，被自己送虛張的盔甲裏面軟弱是你先懂，本應很依靠你在捍衛，無壞人感碰，現實太難料，彷彿劇情失控，此際說愛護我。
出手最兇，想殺掉我，請先答我為什麼，只恐看見不槍的你，我眼淚變成河，我心痛長鐵幕，入口不算很多，但卻讓你愛盡這樣傻，真正難過，不知再信任什麼，本應如無並肩一個，變了臉是閻羅，我的純情已逝，無法重回最初，自此的我若多加兩重鎖，你亦別怪我。喺度想問下，即係啱啱都提到就係自己知道自己麻煩呢件事，因為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麻煩啦。其實呢件事對於自己嚟講係好大障礙，即係好大障礙得嚟呢，又對人都好大障礙嘅，就係因為你對事情有要求，無論咩事都好，對自己、對事情、對其他人呢，都可能有一定程度嘅要求啦。咁當你 realize 到自己好麻煩，而知道對方可能要做一啲嘢去配合自己嘅時候呢，有時啊，我嘅做法可能係算啦，今次不如試下屈就下啦，不如試下褪後一步啦，不如試下唔好出聲啦咁。點樣處理呢啲掙扎位呢？嗱，我有時咧就委屈完呢，我就會覺得其實唔應該委屈啦，即係而家委屈咗自己，又何必呢？最後啲嘢可能又唔夠好，又唔夠靚咁樣。點樣處理呢啲，令到自己唔好太高要求得嚟，又可以同大家合作愉快啊，等等唔同嘅，即係感覺上嘅處理。呢個都係一個好高深嘅學問。係啊，我都覺得係。我覺得首先就係即係我麻煩。尤其是有好麻煩嘅，即係我都好想。唔係嗱，我會覺得所謂嘅麻煩係有要求，因為再加上我都可以講多少少。即係我話我有睇到你哋即係交戰嘅 rehearsal。係啊，我都想問你覺得我交戰嘅時候麻唔麻煩？我就係唔係覺得麻煩，因為我事後即係再同其他甚至係工作人員傾咧，我都係話 Eden 當日嘅即係同大家一齊傾啊，或者提出唔同嘅意見、問題、想法嘅時候咧，其實係令到件事更加 smooth 嘅。其實令到事情可以同埋大家嘅理解都更加清晰啊！所以你嘅存在反而喺嗰一日，我睇到嘅嗰一日啦，係大家都會嗰個進程加快啦，同埋大家對件事嘅嗰個認知又會加深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唔覺得係麻煩。點解我會問呢條問題？原因就係因為我知道你嘅作用係點，即係我知道點解要咁做。但係當然有啲人可能比較隨意啲嘅，有啲人可能比較想速度快啲嘅，就會覺得不如繼續去咗先啦，好多唔同嘅因素嘅。所以點解我會咁問？就係因為我知點解你會咁做啊嘛。因為即係我覺得自己喺即係首先我如果做一件事，我好認真啊。咁所以我嘅習慣或者我個腦袋咧，我就會留意到好多嘢。咁當件事同大家唔 align 或者我覺得喂咁樣會出事嘅時候，我就會忍唔住出聲噶啦。即係我就會問喂，咁嗰度我哋下一 part 係做咩啊？我哋個出入位喺邊啊？我哋會點樣換衫啊？我哋喺邊度？因為我哋要知啊嘛。咁冇人問，咁我就一定要問咯。咁但係我慢慢都學識一樣嘢，就係可能要揀咯。即係睇下嗰樣嘢係咩。即係如果嗰樣嘢可能真係無傷大雅嘅，咁就算咯，咁樣冇所謂啦。即係或者你睇個場合啦。即係如果 let's say 如果嗰個係我演唱會，咁我梗係我 control 所有嘢都要知啊。咁但係如果當嗰件事可能大家一齊嘅，咁就即係因為同埋我覺得重點就係因為我會知道大家會明白我做緊，所以我係為件事好。我係為大家好，我唔係為自己，我唔係要咩，我純粹係想令到件事 smooth， 我純粹想大家清楚啲，我純粹係想大家好睇。咁所以我覺得只要大家知道我個處事方法同出發點係咩嘅時候，咁大家就會 appreciate 咯。咁喺做自己嘅作品上面，即係當有呢一個嘅要求咧，或者有自己一個嘅指令嘅標準嘅時候咧，有冇擔心就係其實應唔應該開口講多一句咧？即係做自己歌，其實啱啱你講做自己演唱會，其實主導性就好強，我要嘅嘢其實都可以好 solid、好清晰噶咯喎，咁但係可能有時喺處理上面都要諗到其實可能大家真係咁樣又做多一步噶咯，又做多好多步咯，跟住佢做一步，下一個可能又做多10步，呢啲位點樣拿捏自己開唔開口講咧？自己表唔表達咧？去到而家呢一個即係都入行一段長嘅時間啦。可能當你經歷過
即係當你經歷過當你如果講自己音樂作品啦，當你經歷過有時就係，我聽完之後我嘅直覺係覺得有問題，但我最尾因為不過大家話冇問題喎，咁算啦。當你一經歷過一次出咗嚟出面真係有人講有問題，咁你知唔得啦，我以後要信我直覺。所以其實我好多時同 Eric 溝通都係我好信直覺，因為咧我哋作品咧係聽好多次嘅，我哋自己係會聽好似，你係會聽到慣咗㗎，你係第一次即係例如佢可能有個 first cut。第一日聽，哇咁難聽嘅，我聽咗5日，我覺得好聽喎，即係你會慢慢就慣咗，但係可能你有粒字或者有粒音，你第一日個直覺一聽係覺得韌嘅，咁你就知係真係韌啊，係真係韌㗎，所以真係第一下係最準嘅直覺咯，你唔可以慣，咁但係當然啦，咁有時你都要聽人意見嘅，即係又唔可以完全好即係為所欲為或者永遠覺得自己啱晒，咁所以要拿捏就係個客觀上同埋即係。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嗰個係自己作品，咁當然自己最需要做。但係我覺得我啱啱話我麻煩嘅位，可能有時我會做咗一啲其實我唔需要做嘅嘢。即係我會成日自動地即係做咗人哋嗰份。即係我又唔係話想幫佢做嘢，但係我就會因為我 sense 到有啲問題，咁我就會講。即係例如，即係我之前啲 fans 都會知，其實我某程度上我都幾中意做啲幕後嘅嘢，或者我。即係啲可能拍劇，我會成日呢度咁樣睇個劇本好似唔好順呢句，或者有啲邏輯嘅錯，我就會問。即係我會成日好睇到，可能我其中一個比較又唔記係叫優點，但係我可能會比較睇到個大嘅 picture，咁所以我就會忍唔住或者咁，但係我又覺得咁個 show 你都有份㗎嘛。啲嘢你出到嚟有問題唔好睇，其實大家都係落你名㗎嘛。係啊，咁都係你都要保證個 quality 㗎。只要你唔係冇禮貌，只要你有你嘅原因，只要你係幫緊件事推進，咁就得咯。呢一個都係有趣，同埋啱啱咁樣嘅呢個對話之後，我就發現Edan 係一個好有趣嘅人，就係一路同你傾偈，特別講自己歌嘅時候咧，就會 feel 到你工作嘅嗰種認真啦，對自己音樂作品嘅嗰種認真啦。但係我以為即係好，同埋我一直以嚟對你嘅感覺都係覺得好理科人啊。即係好用概念，總之好理科人嘅係啦，係好邏輯性嘅一個人。但係唔係喎，原來啱啱又講，我都好相信直覺噶。我覺得呢件事幾有趣啊。咁可能喺跟住落嚟其他唔同嘅作品，又或者無論可能影視作品都可以更加體現到呢一面嘅 Edan 啊。多麼想跟你發現原來誤會，彼此間需有角力努力磨合，仍不我們有乾杯，願情誼加倍，就怕今次這芥蒂，讓往昔築起的發灰，盡情難過，不知再信任什麼，本應與我並肩一個，變了臉是凝望，我的純情無法重回最初，自此的我若多加兩重鎖，你亦別怪我，俗世用議論壓倒我，但你是最熟又最親那個，卻不信我，至少聽聽苦主想講什麼，願你別馬上踢開我，用最毒說話如子彈衝擊我心窩，想殺掉我，請先答我為什麼，只恐看見不祥的你，我眼淚變成河，我千錘和百煉，弱點不算很多，但脆弱處獨你可撫摸。只寂寞你，不知道你是什麼，彷彿你已立心轉向，贈我無窮苦楚。不敢說做人我沒缺點，但仍無愧真我。未經審訊就只逼我什麼？你若是愛我，
但係如果喺度，我想問多少少關於創作嘅東西，我諗大家都唔會忘記咧，喺造星嘅時候咧，你最後嘅嗰個比賽，我記得係彈周杰倫嘅。係咪啊？我記得，總之你有一次嘅表演係彈周杰倫嘅不能說的秘密嗰個，即係有個着住西裝咁樣。係啦。係一個我記得加分賽係。咁所以咧，我就好記得呢個畫面啦。咁所以甚至可能去到首先伊先生嘅時候咧，我都記得有一個好濃厚嘅呢一個周杰倫嘅感覺喺裏面啦。去到而家自己作曲啦，好多時候琴都係你最好嘅一個即係樂器陪伴你啦。過去令到你推進到今日可以做自己創作嘅養分，你覺得有嚟自啲乜嘢唔同嘅歌手或者唔同嘅音樂作品，唔同咩嘅時期咧？咁最大影響一定係周杰倫，因為其實自己細個冇乜接觸娛樂嘅音樂嗰啲嘢，因為細個媽咪比較嚴嘅，佢唔俾我睇電視。學琴係逼嘅定係即係？講唔講？學琴咪就係4歲問你想唔想學咯，咁你4歲梗係話想學啦。4歲邊有思想嘅啫？咁你話啊，可唔可以學啊？好啊，學啊咁。咁學到幾多歲啊？考晒所有試，考100級就即刻唔學。哦，因為我都係覺得好唔想練琴，係即係去到後期。我蘇花問過咁多個歌手，我冇聽到一個歌手係中意練琴㗎，全部都係被逼。去到後期係逼嘅。咁啱啱講緊咩？講緊細個媽咪好嚴。係冇接觸音樂，即係又唔俾睇電視，咁屋企嘅電腦又廢嗰陣時，上唔到網，咁又冇咩嗰陣時冇娛樂 MP3，即係大家又冇，即係我從來冇聽音樂聽歌呢個習慣嘅。以前我淨係記得我小學有電話之後就整鈴聲嗰陣時就係酷愛同埋電燈膽，跟住咁係去到直到中學嘅時候，我中意咗個女仔，個女仔好中意周杰倫，所以我就開始聽周杰倫，就覺得所以你記得第一首歌係咩？有冇印象？我諗慘嘅情歌，印象就冇乜好話，係都唔係好強烈。喺嗰陣時成日會大家喺度唱就係即係可能安靜啊，可能說好的幸福咧啊，跟住甜甜的啊，跟住我知道邊個時期，知道嗰度咯。咁嗰陣時就覺得哇，每首歌都好好聽喎，咁所以就自此就喜愛咗呢種 so-called ballad 台式情歌。係。咁所以就聽林俊傑啊，又聽蕭敬騰啊，跟住即係但係影響最深一定係周杰倫。咁你話近似啲佢嗰種曲風，或者我好喜愛曲風，可能後尾周興哲啊，到而家可能飛度爾啊，即係嗰類型嘅嘢咯。咁所以係好深影響嘅。我成日咧都喺節目播歌嘅時候咧，我都會連住周杰倫、周興哲同埋你嘅歌一齊播，因為我成日都話咧好有趣嘅，即係大家就係可能一路咁樣互相影響同埋互相感染，然之後大家喺自己做嘅作品裏面，當然有自己嘅特色之餘咧，你都會見到呢啲少少嘅影子，而我覺得呢啲影子係好嘅，因為我覺得佢有一份少少嘅溫暖喺裏面，就係呢個歌手點樣成長，其實就係承載住前人嘅努力同埋前人嘅一啲好好嘅東西，然之後就落到嚟呢一度啦。咁所以呢一度就係你叫做認識音樂嘅少少開始啦。嚟到而家咧就做自己嘅音樂，然後都可以成為別人嘅開始啦。咁呢個就係最美麗嘅過程啦。咁啊，跟他沒法比，他比神完美，我愛你不起，早知心碎，先將它拆下來，擲向地。將包袱放低，不追求完美，野笑能讓我抽離，淚快將湧出了，仍可搞搞笑，廉恥別離，跟他怎可硬拼？只好專心做諧星，將單戀劇情改寫出喜劇場景，用我痛苦表情換你那好心情，留低這半條命，早知不可獲勝，擠出喜感做諧星，無力當你們送信的證認，有幸獻醜的小情。
息，好比浮雲過，有淚水給我的鎖，就算不喜歡我，都先收起我，還等什麼？跟他怎可硬拼？只好專心做諧星，將單戀劇情改寫出喜劇場景，用我痛苦表情換你那好心情，留低這半條命，早知不可學成，擠出喜感做諧星，難像他女神懷內數星星，會逗你開心，小丑都不適應，抗拒永遠成為誰都應，我要送你某某無法送的笑聲，懇請將我認清，務求明年人緣能急升，為求悠悠長途陪住你，不急於達成，請諸君做證，他精彩怎及諧星，相廝守這事情，非一刻風采能全盤定性，誇張演出贈慶，可否躋身大明星，還未知那條情路往仙境，所以請准我留低，跟他一拼。一首叫做第二首自己創作嘅作品面世同大家見面，跟住落嚟係咪都 keep 住呢一個作曲人身份喺度做安？希望嘅，但係另一嗰首未有定案住，係因為其實都有啲即係我第三首如果有自己寫，係咪要寫啲特別啲嘅嘢啊？即係係咪即係如果前兩首都係 ballad 係。即係我諗有時呢啲歌手就唔知點解有呢啲念頭嘅，即係喺度諗係咪應該點？唔同啲唔係要大家會唔會覺得悶？即係講真，其實我覺得最緊要自己中意同好聽啫。咁但係我的確有試下要唔要試下另一種咧？跟住前排有試下自己特別啊，即係哇好新奇嘅體驗又係，即係上網有啲地方就可以直接，即係佢哋有啲做好嘅，咁你就可以用啲底佢哋咁樣。係啊，咁就我覺得幾好玩，但係未定案咯，因為本身都有一首有一個 chorus， 我覺得幾中意，想第三首用嘅，但係又未完整咗佢，咁所以其實都差唔多係要做嘅啦呢件事，所以會。咁但係而家硬骨有一首喺度 stand by 嘅，有冇咧？有嘅，一個完整嘅。係啊。呢一刻冇啫，嗱你諗上次突然間4日後又有靈感，又可以寫一首，跟住可能今日完咗呢個宣傳活動翻到去又有啲唔同嘅感覺，又可以試下寫下。咁因為我覺得我覺得音樂係一個好好嘅方法俾音樂人去抒發你哋嘅情緒，特別係藝人啦。我好老實咁講，上次同你純銀子彈傾偈，同埋今次傾偈咧，感覺好唔同。係嘛？我覺得你今次輕鬆好多。係嘛？係，所以好開心我。我覺得。即係咁樣對於受訪嘅或者即係訪問嘅，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過程啦。咁啊好開心，音樂可以幫你排解咗好多唔同嘅東西啦。咁就希望繼續啦。咁跟住點樣可以睇到個音樂真係排解到東西？即係可能下一首寫嘅歌係輕鬆嘅、開心嘅，又或者係講生活嘅一啲小事情嘅咁。咁我諗都可以好體現到呂爵安嘅成長啦。咁所以就希望繼續喺2025年見到你唔同嘅作品，無論音樂作品或者影視作品。但係我想講多句就係，就算我出慘情歌都唔代表我唔開心。OK， 係大家知道嘅。好啦，幫自己包個底，佢擺明係好多謝呂爵安 ，thank you，thank you。連環錯愛，有誰救我不幸？地留在地雷陣。
覓熱吻，然而對你我無法太安分，但求是沒遺憾，盡人事做做怕餘生良心，會斥責我從未陪襯，只想找一個伴。能崩壞的名盤，樣樣亦太一般，無一難可自滿，全心厚待你，仍然功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悶，一起都給背叛，夢想越想越悲觀，誰曾如獲至寶，千金也不換，明明並不圓滿，然而若小塵滿，怎麼敢談判？頑強性格帶來更重災禍，熱情未被承認，但仍舊自命有團火。如果老天有眼派你來扶起我，只想找一個伴，但崩壞的名盤，樣樣亦太一般，無一難可自滿，全心厚待你，仍然功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悶，一起都給背叛，夢想越想越悲觀，誰曾如獲至寶，千金也不換，明明並不圓滿，然而若小塵滿，怎麼敢談判？找一個伴，越找越不樂觀，但現在已不管，情願調整自我觀，茶杯未滿，仍然裝着大半，盡力做我這手牌，若無法換，一生都給背叛，別誇大這份悲觀。年華無盡錯戀，教我學會心寬。今年錯了大半，明年或者圓滿，終生都圓滿。安心等，誰接管？過去呢段時間，Edan 羅爵安同好多唔同嘅人合作過，其中包括 Jason。悲喜碰見未想避忌，年月沉溺於某個時期，夢醒不懂遠飛。一句對不起，難道沒有考期？耐性有限，難得。浮現傷悲，錯失你，錯在你。
往事還銘記，誰清楚當初鬥什麼晦氣，承諾試着背棄是禁忌。漸漸我再不記得需要你，漸漸我卻自覺沒法捨棄，無用退避，只不過難一起，再度怯下心機亦厭你。漸漸我已經決心散去你，偏偏我不太樂觀因你起，無謂顧忌，誰知一刻意氣，知我被誰遺棄，幻想你給處理。憑何遊說你從頭一起，我有什麼預備？寧願先愛己，告別這絕地，從惡夢尋獲生機。錯失你，錯待你，往事還銘記，誰清楚當初鬥什麼晦氣，承諾試着背棄是禁忌。漸漸我再不記得需要你，漸漸我卻自覺沒法捨棄，無用退避，只不過難一起，再度怯下心機亦厭你。漸漸我已經決心散去你，偏偏我不太樂觀因你起，無謂顧忌，誰知一刻意氣，知我被誰遺棄，讓我戀漸漸被處死，身邊日後沒有你，難道我為證實我輸得起？漸漸我也只想斷你。漸漸我發覺最怕放開你，漸漸我更想你，偏偏我說到過去想得死，偏憶你一啲悔恨悲，早知愛恨能承起，幸福亦是為你。喺訪問過程當中聽過好幾首 Eden 自己嘅作品，跟住我哋就嚟一齊聽佢同其他人合作嘅歌曲《漸漸我們》Jace 同埋 Eden 累着我。不看不聽也不說，有些解釋得沉默，試着但如果沒結果，都只去祈求，還不如站在一旁罷休，不哭不鬧一場夢，傷口結痂就不痛，看淡了如果沒結果，你不愛我也遍體傷痕的也算愛過，我們都是別人口中的壞人，有些角色注定就該被犧牲，劇本別太較真，別怪愛太殘忍，這場演出本就是被愛的人獲勝，我們都是別人口中的壞
安排注定就该要发生，不是叫你认分，只是爱是缘分。你微笑的痛，我继续沉沦，我以为的深刻。装我认分，戴上面具玩规则，明白了如果没结果，又何必自责？带着最下着继续演着。别怪爱太残忍，这场演出本就是被爱的人获胜。我们都是别人口中的坏人，有些安排注定就该要发生，不是叫你认分，只是爱是缘分。笑的痛，我继续沉沦，我以为的是爱是而不舍，得不到你又能如何？我们都是别人口中的坏人，我就活该注定就要被牺牲，剧本别太较真，别怪爱太残忍，这场演出本就是被爱的人获胜。我们都是别人口中的坏人，有些心碎经历就该要发生，我就应该认分，抓不住这缘分。你微笑的痛，我继续沉沦，你给我的深刻。同其他人嘅合作包括台灣嘅歌手朋友，我們都是別人口中的壞人，一定內在安加上陳明九，然後跟住落嚟呢